水牛腰，好，来吧，来，王正正，咱们都上来吧，一个一个来。您先给我们做个示范，咱们先是水蛇和水牛一块儿来。爱图兰呢？相比之下，今天我们看了这么多的这个歌手，每一个人可以说是各具特色，有各自的这个天赋。但是相比之下呢，我觉得爱图兰的这个他在自己的这个个性上、自己的这个特色上，是所有的歌手里应该说是最出众的。他是一出来就带有很浓烈的自己很浓烈的这种个性。他的这个不管歌也好，舞也好，那他现在可能欠缺的，我觉得可能是。对于汉语的这种熟悉，但有时候你如果利用好了，这个可能恰恰就是它的一个特色。好，那现在我们5位嘉宾呢，最终选定的是爱图兰获得擂主。既然这样，现在我宣布，本期的擂主是爱图兰呢。哎。恭喜恭喜！